Hello，大家好啊！又係我拆局達人。呢個禮拜嘅姜濤記事簿呢，就請大家係直擊姜濤喺 Lava 世巡圓滿結束之後嘅第一個超進化時刻喎。原以為巡演落幕之後呢，姜濤就會進入一個長嘅休息啊，但係冇諗到呢，就係佢呢竟然間呢係俾咗全亞洲粉絲一個最大嘅驚喜啊！就係台灣嘅金曲才子韋禮安呢，佢就正式喺度官宣話邀請咗姜濤喺7月25號啊深圳演唱會嘅做特別嘉賓啊！呢個消息一出就已經引爆咗內地網絡啊媒體啊，紛紛以紅過羅湖嚟形容姜濤呢一次強勢咁登陸。究竟內地網民對呢一位香港頂流有邊一啲真實嘅評價呢？好啦，除咗係進軍內地市場嘅報捷之外呢，就係姜濤喺呢個禮拜一個活動裏邊同樣係精彩繽紛喎。喺6月28號嘅品牌活動裏邊呢，佢同導演馮德倫係驚喜同框，兩個人唔單止談笑風生啊，姜濤仲展現出係呢一個極高嘅情商，大方咁回應咗去年呢個轟動一時嘅墮海傳聞1週年事件。佢嗰句叫做重演墮海可以，但係獲救嘅時候又要化好妝嘅幽默回應，展現咗呢一個讓現場嘅記者同粉絲都忍不住係笑咗出嚟。好啦，咁就姜濤喺第8屆嘅 KKBOX Box 嘅香港風雲榜打頭陣開場嘅震撼表演。佢同劉德華合唱嘅作品喺海外榜單嘅持續強勢以及佢喺巡演結束之後首個休息週嘅心路歷程，從世界舞台翻亞洲市場，姜濤嘅每一步都係走得越發自信同埋堅定。好啦，咁我而家就詳細同大家講翻呢一集嘅仔細嘅內容。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拆局達人。如果你以為 Lava 嘅巡演喺澳門落幕之後呢，姜濤就會俾自己放一個長嘅假期啦，咁你就大錯特錯啦。踏入咗7月嘅開始呢，姜濤就用實際嘅行動話俾我哋聽，佢嘅進化先至啱啱開始咋。呢個禮拜香港嘅演藝圈最熱門嘅話題唔係第二啲，而係姜濤即將會紅過羅湖正式登陸內地嘅大型舞台。與此同時佢同馮德倫嘅驚喜同框喺 KKBOX 風雲榜嘅霸氣開場亦都預示住2026年下半年嘅姜濤係將會比上半年更加火熱咁就首先我哋就要傾一傾6月26號嗰個讓全網沸騰嘅消息啦。台灣金曲才子韋禮安喺社交平台正式宣布邀請姜濤係擔任佢喺7月25號深圳演唱會嘅特別嘉賓。消息一出，唔單止香港嘅姜濤瘋狂，連內地嘅網民亦都炸了鍋咁呢個唔單止係姜濤第一次去內地，但係亦都絕對係佢巡演結束之後以更成熟嘅姿態正式咁進軍內地嘅大型體育館舞台嘅一個重要一步噃。媒體用呢個紅過羅湖嚟形容呢一次嘅跨界合作。內地社交平台上面關於想見識香港頂流實力嘅討論係熱度高居不下。呢一種從香港出發走向全球再回歸大中華市場嘅策略展現咗姜濤團隊嘅宏大視野。我哋非常之期待，當如果可以再遇上呢個蒙着嘴說愛你又會擦出點樣嘅火花呢？好啦，講完事業版圖嘅擴張我哋又嚟睇下姜濤嘅個人魅力啦。喺6月28號，姜濤出席時尚活動嘅時候，就同男神導演馮德倫驚喜同框。呢兩代男神嘅相遇本身就係一個視覺嘅享受，但更有趣嘅就係兩個人嘅對話啦。啱啱先去年6月底就係關於姜濤墮海嘅傳聞係滿咗1週年。
咁馮德倫就喺現場開玩笑咁樣呢，係想邀請姜濤係拍《老鳳日記》續集噃，並重演係墮海情節。面對呢一個曾經被黑粉攻擊嘅黑歷史啊，咁呢而家嘅姜濤呢，就顯得比較淡定同埋幽默。佢就笑住咁回應，佢話：我唔介意重演啊，但係救我返上嚟嘅時候呢，就千祈呢係要同我化好妝喎。呢一種大方自嘲嘅態度，唔單止係化解咗尷尬啊，更展現咗佢心理素質嘅一個係飛躍。從1年前嘅敏感嘅憂鬱，到而家嘅談笑風生，呢個正係 Lava 巡演俾佢帶嚟嘅更加大嘅禮物，同自己和解，同埋用幽默去回擊呢個質疑。好啦，同樣喺6月28號呢，姜濤馬不停蹄咁出現喺第8屆 KKBOX 香港風雲榜嘅舞台上邊，作為年度風雲歌手，佢擔綱開場嘅嘉賓，打頭陣咁演出啊！當呢個作品的説話嘅音樂響起嘅時候，姜濤就係喺舞台嘅中央緩緩升起，嗰種壓場感啊，同巡演之前相比呢，簡直係判若兩人。經過咗全球幾十場嘅演出嘅洗禮，佢嘅氣息控制、眼神嘅交流以及對舞台空間嘅利用啊，都達到咗新嘅高度。台下嘅觀眾呢，唔再只係睇到一個偶像，而係一個真正嘅 performer。呢一種穩定輸出嘅實力，正係佢能夠持續咁樣跑呢個樂壇嘅硬道理。好啦，喺忙碌嘅行程裏邊呢，姜濤呢一個禮拜亦都終於迎嚟咗短暫嘅喘息空間。佢喺社交平台分享咗佢對巡演結束後嘅不捨，亦都坦言咧係需要時間去消化呢7個月嘅點點滴滴。呢一種真實嘅分享，讓粉絲感到窩心。而佢同劉德華合唱嘅《沒有翅膀的天使》喺海外嘅榜單持續上榜7個禮拜，亦都為佢嘅休息期咧係提供咗最強嘅後盾啊！休息完再出發，呢個唔係一句口號，而係姜濤對未來嘅承諾。深圳場嘅嘉賓只係第一步，下半年嘅全新單曲影視計劃都已經係計劃喺路上邊。咁佢可以官宣話衝出羅湖，挑戰更大嘅舞台，亦都可以喺記者面前大方咁喺度呢係展現自己嘅情商。好啦，佢亦都可以喺萬人嘅體育館呢係霸氣開場，亦都可以喺休息日係做一個翻返去嗰個真實嘅自己。咁好啦，多謝各位收睇呢一次嘅姜濤記事報。如果你都期待佢喺深圳場嘅表演，歡迎喺評論區留言為佢加油。記得點讚、訂閱同分享。各位，拜拜。